主后2023年12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甲真爱半条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52章第19、12节。醒起来，着醒起来，时间啊，着坚强，着穿水的衣服。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对打以后，无受割礼、无清气的，袂搁入去你内面。耶路撒冷啊，将土粉拌迄角起来，坐伫王位。恁遮个受掠的锡安的子民啊，透开颔棍的锁链。上主安尼讲：恁互人卖去的时，无收到价钱，相款恁得到自由，嘛毋免付赎金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大起先，我的子民落去埃及寄居，后来亚述人甲因欺压。我的子民互人掠去做俘虏，无收到价钱。管辖因的人甲因划来划去，规日咧侮辱我的名，当我要采取行动。因为安尼，伫迄日，我的子民一定会捌我的名，搁知伫讲话的是我上主。恁看，我伫遮。搬山过岭，伫宣告和平、传好消息的使者，因的骹额偌尔啊水。因宣告拯救，对锡安讲：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！听，恁的守望者伫出大声，齐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因要亲目见证上主倒转来锡安啦。荒废的耶路撒冷啊，着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安慰伊的子民，伊已经救赎耶路撒冷。上主已经伫万国的眼前显出伊神圣的气力，普天的人拢会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。着离开，着离开，对巴比伦出来，毋通捌着无清气的物。恁遮个跟上主去的人，着对巴比伦出来，着洁净家己。毋过恁毋免赶紧，毋免着急，恁毋是伫逃命。上主一定会伫恁头前带路，以色列的上帝一定伫恁后面保护。甲真爱半条，就算耶路撒冷得到拯救，拢是上主的工作，毋是靠人的作为。就算人毋免开半仙钱赎身，就会当对做奴才变做自由身。就算因为上主保护，人伫离开异邦的时，毋免闯邦喷逃。毋过，这并无代表人啥物拢毋免做，也是简单被动接受一切。经文反转用真侪积极的动词，亲像着醒起来，着坚强，着穿水的衣服，透开束缚甲锁链，对阵内中起来，坐伫王位宝座，提醒每一个互上主拯救的人。无论早前的光景安怎惨淡，当上主掌权的时，因犹原受挑战，爱用行动来回应上主的作为。以赛亚书52章第2节，现代台语译本有非常传神的翻译：耶路撒冷啊，将土粉拌迄角。无论是伫倒一种处境，将土粉拌迄角。先决条件必须爱当事人意识到家己的状况，将土粉拌迄角的行动，就亲像一种决志，对政治的态度
状态起身、起停，毅然决然爱甲黑暗的过去告别，迈向全新的人生。对伫受领的被吸引者，将土粉拌迄角，就亲像思想的觉醒。毕竟有时阵被吸引者就算身躯得到自由，毋过无法度摆脱被奴役的头壳。尤其搁较害个，被奴役者搁较可能互这吸引者的手段，成做加害者延伸的缩角。法国非洲裔的思想家法隆伫伊的著作《乌皮肤白面躯》册中描述的，就是真侪黑人伫实名主义中逐渐失去自我的主体性，也认为黑人是落后、愚昧、野蛮的，白人才是进化的文明人。因为安尼，即个黑人渴望将家己提升到白人的位阶，还是求取白人的认可，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。有鉴安尼，法隆指出，作为精神分析者，我应该帮助我的病人看到伊的正意识，放弃伊自我漂泊的企图。上时阵帮助伊采取行动，改变既有的社会结构。总是法隆所要拌迄角的土粉也非常沉重。踮伫后殖民时期的台湾，就算现今已经享受相对自由的民主，毋过事实上，台湾还面临类似的处境。譬如讲，大多数台湾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严重不足。伫过去国民党政府长期洗脑的政策下，无论是河洛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还是新住民，对自我族群的认捌、欣赏甲肯定，远不如对大中国文化的了解甲崇尚。另外，不少台湾人也因为自卑、过度张扬媚外，两者拢不可取。假使咱相信上主伫个人性命中掌权，咱必然抓牢上主的手，甲伊看作是一次的机会，通互咱家己脱离那像陷入伫落光梅的人生。假使咱相信上主伫咱的国家掌权，咱就应该甲心上的土粉拌迄角，甲乌昧过去的放迄杀，互咱所徛起的地，通行往搁较美好的土地。默想，什么是我应该拌迄角的土粉？什么是我应该拌迄角的土粉？咱来祈祷，上主，愿你拍开我的双眼，看见你掌权；愿你赐开力，帮助我回应呼召，脱离过往挫败，迈向崭新未来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